大家身上面一定有電子產品，幾十年嚟電子產品都係硬性有固定形狀嘅。近年慢慢興起可以摺疊嘅電子產品，一出已經好受歡迎。不過呢個只係開始。香港理工大學一個研究團隊正不斷喺柔性電子呢個領域做一啲開創性嘅研究，到時將會為我哋嘅生活帶嚟極大嘅改變。我哋嘅團隊咧主要研究柔性電子材料同埋器件設備。咁簡單嚟講，就係將現有嘅硬邦邦嘅電子產品變成軟性嘅，未來可以着喺身上，可以貼喺皮膚上，甚至可以植入體內嘅一啲軟性嘅電子產品，應用範圍好廣嘅。理工大學研發嘅柔性電子透氣性高、彈性強、導電性同埋穩定性都好高，所以應用喺唔同嘅環境都冇問題。我哋研究嘅範疇可以喺新材料、新能源、生物醫療、健康監測，甚至係專業嘅運動監測等都有應用嘅。我成立嘅初創企業研究發展柔性電池同埋其材料咧，項目都得到香港政府推出嘅產學研1+計劃嘅支持，落地轉化，對我哋嚟講係非常之大嘅鼓勵。除咗龐大嘅資金資助咧，計劃申請結束公佈之後，都吸引咗好多嘅企業主動揾我哋合作，繼續拓展未來嘅一啲項目嘅。大學推導方面，理大近期非常積極同全國各地當地政府合作設立技術創新研究院，將我哋嘅科研成果轉化為切合當地產業同埋社會需求嘅技術同埋產品。其中我擔任院長嘅理工大學大亞灣技術創新研究院就正式落地惠州，並與8間當地企業簽訂咗合作嘅項目。另外咧，喺溫州嘅技術創新研究院正式都係啟用咗。我喺當地嘅柔性電子研究中心已經同15家溫州嘅企業同埋單位簽訂咗框架協議，可見香港有實力做有用嘅科研，服務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好高興我哋嘅柔性電子研發最近獲得國際認可，喺美國矽谷國際發明創新節頒獲2項大獎。得獎項目係一個可以用於重症監護嘅無線透氣心電貼片。項目優勝之處咧，我哋採用嘅心電圖電極貼片咧係高拉伸性同埋透氣性，喺屋企連續貼1個禮拜都唔會有皮膚嘅紅印或者發炎嘅情況。舊傳統嘅電極咧更加輕便，亦無需有線接駁，所以喺屋企係可以舒服咁樣監測到心跳嘅。心電圖可以透過智能手機無線實時嘅收集、分析同埋傳輸心電數據，可供患者日常穿戴。項目而家喺內地嘅醫院進行臨床嘅測試，希望不久嘅將來可以正式投入使用。首先，我哋需要選擇適合柔性電子應用嘅物料，包括可以支撐電子器件嘅柔性物料、發揮電子功能嘅物料等等。呢啲物料除咗需要發揮傳統電子功能性之外，仲要有生物修容性，即係對人體係安全嘅。其次係柔軟啦，有一定嘅彈性同埋透氣度，咁樣就可以令到柔性電子更加舒適同埋適合穿戴。對於呢啲新型嘅物料，我哋需要做好多測試嚟驗證佢哋係咪可以達到應用嘅目的。我哋仲需要模擬物料喺日常使用中嘅反覆拉剪、彎曲、壓縮等動作，仲有唔同嘅使用溫度、濕度嚟評估物料嘅穩定性。如果物料係直接用喺生物醫學領域，比如話用喺人體皮膚，甚至係體內，我哋仲會進行細胞毒性測試同埋動物模型測試等，確保物料對人體安全，唔會引起不良反應。我哋會研究新型嘅電極物料，開發柔性電池，之後對電池進行一系列嘅性能測試，包括能量密度、壽命等關鍵指標，以確保電池能夠滿足柔性電子器件同埋系統嘅需求。原來一個成功嘅項目要投入咁多嘅心血、時間同精神，
香港理工大學嘅柔性電子技術為未來發展開啟好多新嘅可能。有正產學研投多方面嘅支持同埋緊密合作，我有信心柔性電子可以喺未來開發出更多嘅應用，成為配合國家新質新勢力發展嘅重要領域。